如果要舒緩氣候暖化嘅問題嘅話咧，減少溫室氣體嘅排放咧，其實就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做法。特別咧係要減少二氧化碳嘅排放。所以咧，我今日提出呢個動議咧，就係希望政府啦同埋市民咧都一齊去關注呢個議題。雖然咧，我哋睇到政府咧最近喺推動低碳生活上面咧係做咗一定嘅工作，但係究竟有冇用呢？我喺準備呢個議案嘅時候咧，翻查咗一啲資料。香港嘅二氧化碳嘅排放量咧，喺2000年左右開始咧就持續上升。就算我哋用一個人均嘅排放量咁樣去計算咧，其實都係有增無減嘅。不過咧，即係我哋睇到嘅增幅咧，確實喺呢幾年咧係略為咁放緩。針對住上面嘅趨勢咧，我哋可以睇到啊，即係政府似乎咧係要喺呢方面咧係加大一啲力度啦，加把勁咁樣去咧推動呢個減少碳嘅排放，鼓勵我哋市民咧係過一啲低碳嘅生活。其實講到